馬竇福音第4章第1至11章節，耶穌禁食三退魔友。嗰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，為受魔鬼嘅試探。佢40日40夜禁食，後嚟就餓啦。試探者就前嚟對佢講：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呢啲石頭變成餅吧。佢回答話：經上記載，人生活不只靠餅，而係靠天主口中所發嘅一切言語。嗰時魔鬼引佢到咗聖城，把佢立喺殿頂上，對佢講：你若係天主子，就跳落去，因經上記載，佢為你吩咐咗自己嘅天使，佢哋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嘅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對佢話：經上又記載，你不可試探上主，你嘅天主。魔鬼又把佢帶到一座極高嘅山上，將世上嘅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俾佢睇，對佢話：你若俯伏朝拜我，我必把呢一切交俾你。嗰時耶穌就對佢話：去吧，撒旦，因為經上記載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嘅天主，唯獨侍奉佢。於是魔鬼離開咗佢，就有天使前嚟侍候佢。第12至17章節，喺加里肋亞開始傳道。耶穌聽到約翰被監禁以後，就退避到加里肋亞去咗，後又離開納匝肋嚟住喺海邊嘅葛法翁，即住喺則布隆同納斐塔里境內。呢個應驗咗依撒意亞先知所講嘅嘢。則布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路，約旦河東。外方人嘅加里肋亞，嗰坐喺黑暗中嘅百姓睇見咗浩光，嗰啲坐喺死亡陰影之地嘅人為佢哋出現咗光明。從嗰陣起，耶穌開始宣講話：你哋悔改吧，因為天國臨近咗。第18到22章召收首批門徒。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，睇見咗兩個兄弟，稱為伯多祿嘅西滿同佢嘅兄弟安德肋喺海裏撒網。佢哋原是漁夫，佢就對佢哋話：嚟跟從我，我要使你哋成為漁人嘅漁夫。佢哋即刻捨下網，跟隨咗佢。佢從嗰度再往前行，睇見咗另外兩個兄弟，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同佢嘅細佬若望喺船上，同自己嘅父親載伯德修理佢哋嘅網，就召叫咗佢哋。佢哋亦都即刻捨下漁船，同自己嘅父親跟隨咗佢。第23至25章節，喺加里肋亞開始顯奇蹟。耶穌走遍咗全加里肋亞，喺佢哋嘅會堂內施教，宣講天國嘅福音，治好民間各種疾病、各種災殃。佢嘅名聲傳遍咗整個敘利亞。人呢就把一切有病嘅、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嘅、附魔嘅、癲癇嘅、癱瘓嘅，都俾佢送嚟，佢都治好咗佢哋。於是有好多群眾從加里肋亞、十城區、耶路撒冷、猶太同約旦河東岸嚟跟隨咗佢。